后来瓜分体11月初5收押期就到期，反映这个礼拜四会来开延押庭。因为台北市议员尹小薇延押核准，所以外界认为瓜分体方继续收押的机会原来真悬。另外，沈庆京也是来行使着牵密权。 伊捌伫庭讯的时阵讲，伊受到无公平的对待。伊讲伊若交保要拍片来记录伊受审的过程，要请外界来做评断。辉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台北电院顶礼拜四召开延押庭，今日羁押期金化期价结果伫要出来，险过这回被告的证词可能会伊无通输到自由的空气。朱亚虎认罪还被羁押，会觉得冤枉吗？中华开发前董事长朱亚虎早就向法官认罪，检出沈庆京要求伊交红包的钱用政治现金的方式洗清，甲钱转口瓜分摕了口罩，身边的新包。 变做白手套，沈庆京赶快用点拒绝认罪。当检察官问到对他不利的事情时，他可以拒绝回答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他可以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策略，让检察官自行去查明需要起诉的证据。 沈庆京把500曲一审看，佮断伊回头，律师向法院申请旧保庭2曲提登去，佮再控告。高等法院将认定控告无理由，佮改提登去。沈庆京就是前后特审盘一声转输，伊起甲讲，若是交保自由要开真侪钱翕 Netflix， 受到无公平的台区，被翕互世情看卖啊咧。警方上案，另外一位关键人物黄金科干妈柯志如，却检方发布通缉，护照嘛却注销。根据了解，伊除了陪同瓜文体去到沈庆京面会，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检方破解伊网络的刑事力，嘛发现柯志如2摆陪瓜文体到辉京集团总部，和沈庆京见面，注明后后来接，挑工行地下停车场，这恐惊成做瓜文体恩爱关键。应该很动用所有力量，都在研读那些电脑里面的资料。瓜文体11月初5羁押金化，法院拜四召开延押庭。律师部广告发现，预计法律攻防会战甲真刺激，外界嘛拢等着看戏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